量子电脑互认为是后一个世代的科技产业，会互电脑运算的能力有革命性的突破。国科会2021年开始，就甲中研院、经济部、佮有清华大学等单位成立量子国家队，早起嘛等候因的成果，咱做伙来了解。我们这上面都有这个晶片，都有这个晶片，那我们这个晶片就会整合成一颗大模组，然后放在这个地方。江建义向媒体展示量子国家队伫开发量子电脑相关技术的进展，透过因开发的低温控制晶片模组，通缩小目前量子电脑40%的体积，也通省能源50%。我们现在量子电脑，你可以看到，其实就是一个很大的，像我们的冷冻柜，非常大，它后面有很多的仪器。那这个仪器后面，其实它必须要有这个线接到这个我们所谓的这个冷冻柜里面。那我们说一个量子位元，一般来讲就是2条线到3条线可以去做控制哈。那所以我们如果说未来到100万个量子位元的时候，你想象我们会有300万条线。江建义开发的晶片模组，通结合量子位元甲缆线，互整体体积缩小，为未来量子电脑增加效能，体积也增加做好准备。另外，清华大学也参中华电信合作，是检更加安全的量子加密通信可能性。量子电脑能够做的其中一件很重要、很厉害的事情，就是它可以把一个整数很快速的指因数分解。我们现在网络上大部分的资料，它们的受保护的机制，其实全部都是跟指因数分解有关。量子电脑的出现，其实等于是对我们的治安造成了某一个程度的威胁。研究团队表示，因即马透过中华电信的商用光纤，试验无法度互传统演算法破解的量子加密通信，结果有成功。估计未来3年以来，通发展量子骇客防御技术，提升台湾的治安。记者郭文谢桂林台北报道。